歡迎大家收睇香港游泳系列第2集。今日嚟到維多利亞公園游泳池呢度咧，同大家睇一睇 FINA 游泳世界盃嘅香港站啊！今次比賽嘅獎金咧非常之豐厚啊！只要泳手喺香港、北京、新加坡嘅3站咧，喺總成績攞得冠軍嘅話咧，咁將會獲得咧5萬美元嘅獎金啊！今次嘅比賽焦點咧落喺匈牙利嘅鐵娘子何素身上。何素咧喺較早之前莫斯科同埋巴黎2站咧，就分別已經喺4個唔同嘅項目咧攞到冠軍㗎啦。嗱，唔好講咁多住，不如同大家睇下比賽先啦。香港站一共有2日嘅比賽，我哋睇翻第1日嘅精華賽事。第1日咧總共有16個項目咧將會產生金牌。首先睇咧就係男子100米自由泳嘅決賽。嗱，100字嘅決賽咧，睇一睇咧就係第4線路嘅杜敬謙啊。Kenneth 杜敬謙咧，佢就係呢個香港出世嘅澳洲籍華人㗎。佢由100字同埋蝶式咧係佢強項，佢個爆炸力咧係相當之犀利啊。佢喺較早前初賽咧嘅成績咧係排第1㗎喎。大家見到第4線有杜敬謙啦，另外第5線呢就澳洲嘅丹尼史密夫啊。由於佢2個喺初賽嘅成績排1、2啦，大家集中喺第4同第5線啊。但係呢個時間呢，就見到日本嘅中村克呢第6線呢慢慢就殺咗上嚟。中村克呢個日本泳手呢，其實喺2014年先出道，當時喺世界盃東京站呢，佢就喺100嘅自由泳呢攞到金牌嘅。好啦，喺50米轉身呢，我哋見到領先嘅就係 Kenneth 杜敬謙啊，跟住有丹尼史密夫啦，另外呢，見到第3線呢就謝文樹啊，第6線嘅中村克呢個時候呢係發力開始咧，慢慢咧追上嚟嘅。其實今年嘅世界盃賽架山舉行呢，中村克呢就代表日本喺4x100自由泳上陣度攞個第6㗎。最後衝線階段嗱，見到第6線呢，日本嘅中村克就越游越有喎。本來領先住嘅呢就係有第4線呢，就澳洲嘅杜敬謙㗎，壓線嘅結果呢，就日本嘅中村克啊奪得呢5金牌。中村克做出嘅成績呢，就係49秒48嘅，呢場賽事呢，都可以講係爆出少少嘅冷門啦。杜敬謙呢，原因佢本身膊頭有傷啦，舊年就做過手術㗎，所以而家佢係將個焦點呢擺喺明年佢哋國內澳洲嘅奧運輪選拔賽。100米自由泳獲得金牌嘅就係日本嘅選手中村克。去到200米自由泳嘅決賽啦，焦點呢就落喺第4線嘅何素啦，同埋第5線嘅法基連身上啊。其實呢，第4線嘅何素呢，呢個比賽呢就睇高一線啊，因為法基連呢嘅主項呢係喺背泳度嘅。何素呢，佢可以講係世界盃嘅獎金女王。舊年嚟到香港站呢，佢總共參加12個項目，攞到10個金牌同埋2個銀牌嘅。現時佢喺頭2站比賽完之後呢，個積分喺女子組帶頭㗎。何素呢喺呢個項目呢比法基連好呢，有2個因素。第一，佢嘅跳水係比較強；第二，佢嘅狀態亦都比較好嘅。200米嘅自由泳決賽，同100唔同啦，需要個頻率呢較為平均少少。50米轉身呢領先有何素啦，跟住有第3線呢就係香港嘅鄭麗梅啊。其實大家可以留意鄭麗梅啊，鄭麗梅呢係呢個香港紀錄啊200米自由式嘅呢個紀錄保持者㗎。其實佢賽前都同我傾過偈呢，就話其實狀態呢佢麻麻地啊，佢能夠游出呢個成績呢，佢都相當之滿意。的確係呢，鄭麗梅啦，200一班香港嘅泳手呢，今次呢希望能夠呢爭取達到奧運嘅 B 標嘅水準，甚至去到 A 標係更加好啊！但係可能呢個狀態就未係去到最好。見到領先嘅都係匈牙利嘅何素。何素喺第1日呢，佢總共報咗呢係有6個嘅項目嘅。佢好聰明喎，佢將女子800米嘅自由泳呢，佢特登報個好曳嘅時間。變咗呢，佢喺上晝呢第1組呢已經完成咗女子800米自由泳嘅時間，仲係相當好啊！所以喺下晝如果第2組女子800自由泳嘅泳手唔好過佢嘅時間呢，佢就攞金牌㗎啦。好啦，嚟到呢就係棒谷正轉身，見到何素呢個狀態仍然係相當之 fit 啊！以名氣嚟嘅當然呢就係第5線啊，美國嘅選手就 Franklin 啦、法基連呢係較為強勁，因為倫敦奧運呢攞過4面嘅金牌。但係佢話因為有傷在身啦，兼且佢調整個狀態，希望去到明年啊美國奧運輪選賽呢先係去到最頂峰。所以見到呢段時間呢，何素呢一路領先，基本上完全係冇得鬥啊！同我哋想象中呢就唔係咁接近。由第1名就係何素啦，1分55秒81。第2名就係法基連1分58秒38，第3名呢亦都係匈牙利嘅耶卡保斯1分59.51。匈牙利呢喺女將除咗何素之外呢，仲有佢嘅師妹呢，就係耶卡保斯 Susanna。
跟住呢，就係男子50米蛙泳嘅決賽。50米呢就好短途啊，大熱門啦，當然就係第4線啦，嚟自南非嘅雲達布拿。嗱，咁啊，雲達布拿呢喺香港站之前嘅俄羅斯同埋莫斯科站呢，即係第一階段完成之前呢，已經喺首階段嘅世界盃呢領先第2位嘅同胞利高斯呢15分有多㗎啦。佢嘅實力相當強橫㗎。嗱，第4線嘅雲達布拿啦，佢2013年呢當選係南非嘅最佳運動員啊。好啦，咁啊見到咧佢嘅蛙式係相當之有力嘅，咁尤其50米嘅短途咧，講嘅咧就爆炸力。咁除咗個人咧上水頻率要高咧，個蹬腿要夠力啊。咁啊壓線啦，咁啊南非選手雲達布拿，咁啊積分領先第一嘅泳手喺呢度咧攞到個金牌嘅。咁啊第二咧就係查羅係澳洲選手，第3亦都係澳洲嘅舒薛圖。咁啊游出嘅時間咧就唔算話太快，只係27秒23啊。咁呢項賽事嘅世界紀錄咧就係英國嘅比迪咧所保持嘅，就係26秒42。咁啊跟住咧就係女子100米蝶泳嘅決賽啦。咁呢個係我哋香港其中個重點賽事。咁啊原因呢，就除咗賀素喺第5線啦，咁仲有香港嘅女將施幸余咧就喺第1線。嗱，其實咧施幸余咧喺初賽咧游出呢個1分02.98咧就游得麻麻地嘅，咁啊但係咧其實佢對初賽個成績咧，佢都相當之唔滿意，咁啊做咗一啲調整之後呢，佢決賽呢個成績唔錯喎。係啦，我哋睇下決賽游成點啦。咁啊跳水嘅時候呢，第5線嘅賀素呢上嚟都係領先啦。咁啊隔離第4線呢就有中國嘅李爽㗎。咁喺上晝嘅初賽呢，佢哋兩個成績分別喺第1同埋第2位啊。咁啊留意呢就係第1線嘅施幸余啊，畫面係最下方啊。咁啊女子100蝶呢都係佢嘅強項啊。咁啊施幸余呢就係香港第一個泳手啦，喺世界盃嘅游泳賽呢奪得金牌。咁啊當時呢就喺杜拜站㗎。好啦，咁啊見到呢就施幸余呢就喺50米轉身呢就領先嘅。咁啊跟住呢就有中國嘅李爽啦，咁賀素排第3啊。咁啊但係賀素呢個後勁究竟夠唔夠呢？其實佢都望住隔離嘅游㗎啦。咁啊眼右邊呢望住呢就係有李爽啊咁樣。好啦，咁啊去到差唔多衝線嘅階段，咁啊施幸余呢稍稍個力呢就唔係咁夠啊後勁啊。咁啊第4線嘅呢就李爽同第5線嘅賀素呢就互相嚟競逐嘅。咁啊始終第5線嘅賀素呢係較為好啦。咁啊去到最後嘅5公尺㗎啦，賀素仍然都好有力啊。咁啊結果呢項賽事呢，賀素第1、第2呢就中國嘅李爽啊，而施幸余呢就攞個銅牌。咁啊施幸余都好嘢啊！咁啊喺呢個比賽呢游出1分00.30呢，咁啊成功啊達到奧運嘅 B 標。咁啊至於賀素呢，攞得嘅時間呢就59秒31，係佢攞到呢項賽事嘅第2金㗎啦。咁啊施幸余能夠攞到一個銅牌啦。咁當然啦，賽後我哋同佢傾下偈，睇咩感受。恭喜施幸余啊，攞得100蝶嘅第3。賽前有冇預計到今次比賽攞到第3呢？其實睇嗰個即係報名嗰度咧，其實即係都見到自己坐4望3啦，咁即係都即係睇下希望自己可以游好啲，即係其實主要係自己游翻好自己咯。嚟緊個目標係咩啊？嚟緊其實都係奧運啦，即係今次其實呢個時間就即係唔係話好好嘅，咁但係可以接受，因為實勢咁完咗之後，到而家其實開始進入一個冬訓嘅時期啦，咁所以呢個都係作為一個訓練嘅手段咯，所以都滿意嘅，咁就希望出年可以達到 A 標咯，同埋我哋嘅接力亦都希望可以入到前16名，咁就可以去到明年嘅奧運會。我相信你一定得，多謝晒你。多謝。跟住呢就係女子200米嘅個人混合泳決賽啊！咁啊呢項賽事呢，賀素亦都有上陣，咁將會都有排喺第4線嘅。咁啊同場呢就有奧地利嘅西莎呢第3線啦，咁啊仲有佢嘅師妹嚟自匈牙利嘅耶卡普斯呢喺第5線，咁日本選手嘅大本里佳呢就喺第6線。咁呢場決賽呢睇高一線咁啊，當然係第4線嘅賀素啦。咁啊賀素較早之前呢喺世錦賽呢游出2分06秒12呢就破咗世界嘅紀錄㗎，咁所以呢由呢場比賽之前呢，個人呢都覺得賀素呢一定掂。咁大家都覺得賀素呢就實力好強啊，問題就係佢個體力可唔可以支持得到啊？不過以佢每日嘅練習嘅距離呢，其實應付呢5、6場嘅比賽呢係冇問題。嗱賀素呢已經係領先緊㗎啦。其實呢項賽之前呢，喺女子嘅50背泳呢，賀素呢只係攞到個銅牌啊！咁亦都喺下晝嘅決賽裏邊呢，係佢第4場嘅決賽嚟嘅。咁啊轉身領先嘅就賀素，跟住呢第6線呢日本嘅大本里佳啊。
咁呢項世界紀錄咧就係何素都保持嘅，就喺剛剛今年8月喺假山所舉行。咁啊當時咧佢做出係2分6秒12。咁啊女子200米嘅個人混合泳呢，就第2程呢係用呢個背泳啊。咁由背泳轉蛙泳啦，嗰個轉身咧特別考功夫。咁啊原因呢，根據個規則咧，泳手嘅手啊必須掂到池咧，先可以進入咧係下一個泳式嘅蛙泳嘅。咁有啲泳手咧中意用一啲傳統式嘅咧，就係旋轉嘅轉身。但有啲咧中意係滾翻式嘅轉身咧，個難度就相當之高啊。因為如果個時間一掂池唔係咁準確咧，好容易造成個犯規。領先嘅仲係咧就係何素啊，呢位匈牙利嘅200米個人混合泳嘅世紀錄保持者啊。嗱，何素嘅蛙式咧其實就唔係話好完善嘅，但係如果作為一個係蛙泳嘅泳手咧就麻麻地，但係如果作為一個係混合泳嘅泳手咧就游得相當之好噶啦。咁啊何素咧就係領先嘅，咁啊跟住咧就有第6節就係大本里佳。咁啊過完蛙泳之後咧，亦都去翻何素喺混合泳嘅強項咧就係自由泳啦。咁你見到日本嘅選手大本里佳咧，呢度都追得相當之貼啊！咁啊轉咗池之後咧，拉近咗距離。咁啊今次咧喺香港站嘅游泳賽咧，其實日本隊咧男子嘅實力咧係比佢哋女子嘅實力係較為好嘅。結果係無驚無險嘅情況之下，雖然個時間就唔係好理想，咁啊但係何素咧都可以奪得佢喺第一日裏邊嘅第3面嘅金牌啊！咁啊時間咧就係2分11秒78啊！比佢自己保持嘅世紀錄咧係相差咗大概6秒左右嘅。到呢個時間咧，何素已經個人咧係獲得咗第3面嘅金牌，1面嘅銅牌。